哇，17岁的那个，哎呦，导演，你过瘾的。天嘛！古凤乡一个无顺差的地方，才真实呈现现实社会制度青少年面临的问题。古凤少年用真实的社会事件来做基础，写出那爱的世界。佢讲的是偏远小学的故事，探讨的则是全面性的学校的现实，也是一出挺有企图心的作品。戏剧当中又用了众多后生的新人来做重要的角色。小朋友也都对学法尤其熟悉，还会用的兼顾功课，是剧组面临清台的挑战。第一次演戏，然后又加上我自己不是客家人，对，所以就觉得还蛮困难的。打击很大，就是因为导演在走戏的时候，你要听到人家叫你，你才会回头。可是我一直记得我要在第3块瓷砖前面的第1条线，我要回头，所以他可能都还没有叫我，我就回头了，然后就一直被骂，然后大概有27次吧，就是一直被骂，一直被骂，然后到最后就打击很大。也不是说小朋友啦，就是说反正演员，就是新演员或者没有经验演员，我们讲菜鸟，就这都是必经的过程嘛。就是每一个再资深再好的演员，他也是从这个，也就是也一样从这样的路走上来的。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是年纪的问题。其实我们就对有挑了10几个孩子，就是在戏开拍之前就有安排了一些表演课程。我们上了1个月演戏的技巧吧，就是要自然，然后会讲一些例子啊，或是他拍戏的例子，或是他拍戏的经历跟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表演课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让他们没有经验，就是从来没演过戏的孩子，他们有一些对我们戏剧表演整个拍摄摄制组的整个过程有一些粗略的了解，然后再从这10几个孩子里面再挑出我们要的5个。然后当然真正的困难就是从开拍开始啊。导演是一个有一点摸不透的感觉，就是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来得很快。你所有的感觉要根据对方的动作而来嘛。我刚刚讲了100遍，他还在动作当中，你怎么会知道他不吃饭呢？然后所有正常的逻辑下，我夹菜给谁吃？我说来吃，这个好，这个很香。他一定是顺着你动作去讲话，你不能把这个2句话拆开来讲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合在一起？但是他 open 的时候又很 open。导演就是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啊，或是他有时间的时候，就会煮菜给我们吃，然后就会自己加菜哦，就是觉得这导演怎么那么好，会帮我们加菜，对吧？因为我们一直吃便当，便当就是那几样菜，然后他煮菜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入口即化，北味缠绵。例如，控肉、豆干，超好吃。还有那个茶叶蛋。哪有茶叶蛋？卤蛋？哦，卤蛋，是卤蛋。我们这卤蛋别赞。我叫洪佩嘉，在《古风少女》里面饰演简明春，家里比较贫穷。收声啊！收声啊！妈，叫我莫被跑过来啦！啊，你们在讲什么啊？你俩有神像报复你嘅，你做唔得吧？讲的，你出去。人家发，要不我害你娘都知名啦！我这回啊，也得这，哦，也得出去啊，好调搬出去啊！然后，但是在学校也是算大姐头那种。魏佳佳来的第一天，她就是跟佳佳就互看不顺眼，这样对，差不多就这样。
做好啥？你懂下来哈？哎，免存机枪看无呢。系啊，我搞废他，我根本唔清楚。做嘛该啊？唔好请来麻烦，哎，咱做咧做好朋友啊。唔敢。思坤啊，用诶，要做我嘅好朋友，还可以为做老战女神呢。你又会做嘛该啊？魏佳佳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那因为家里的事情呢，因为他爸爸要选乡长，那所以他就是从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学校他是从都市转回来到这个乡下，然后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跟妈妈的感情，然后家里给他的环境啊、压力啊，然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坏。就有点期待，有点紧张，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回来飙车，应该是要回去。有，他有再起来一次。啊呼！你真敢懂什么？出去！出去！我點解唔錯？你根本係咪見唔到啊？叫我！出去！我叫我！我冇啊！爸。魏国军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经商有成、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富商。那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呢，跟老婆结婚，老婆的那个爸爸呢是副议长，所以呢政商的结合在这个戏里面呢是非常自然的。魏先生在我们乡内啊贡献良多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啊，这次我们活动的成本就是看我们魏先生啦。太过共通盟啊！通盟！东线！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罗淑凤，她是一个从小什么都好的人，她是一个副议长的女儿，所以家境也好，相貌也好，功课也好，一直都受着良好的教育，这样。玉福你呐，真紧喊我讲话哦。你懂不知道？那偷到一个好姑娘的嘞。所以好姑娘很贵的啊。其實話係他兒童也需要把養兄弟一言辜負啊，做這位事情。哎，開始講，胸哈三毛標，來。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我这次试着用生理的方式去挖掘角色，就跟以前处理角色的方法不同。他有一个外公，然后他外公有那个失智症，然后所以他很懂事，他会照顾他的外公，他会用他的方式照顾外公。可能在电视机前面的你们觉得用绳子绑他是一件很白痴的事，可是在他的想象里面，他可以保护好他，用绳子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大牌哥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去告诉你他会怎么演。然后，所以他就是 action 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像小孩，就是一个疯子。在这边说，咱都不要玩了啦，来帮忙。那个大牌哥，先这样。哎，对。不用找了。哎，这边有。我们刚那个讲话，咱都不要玩了。好，咱都不要玩了啦，还在动哦，那边动哦。兄弟，快！我掩护你。好，哎，然后就拍，提一提这，伸出腿，哎，你看吧，敌军来了。好，紧张啊，那个风很大呢，等下还有雨，完蛋了，我怕被吹走。一般台风天我们是不会出门啦，
但这一次台风真的离我很近哦，差不多20公尺而已，真的很害怕啦，很怕被吹走，真的完全那个风超大，吓死我了。爱更很惊人。庄年杰，她的个性就是偏向女生，所以我在班上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这样。我是庄家妹的儿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单亲家庭，妈妈对我蛮照顾的，她就会跟我讲一些，比如说她等一下这个演法啊，下一次演的时候就会换不一样演法，教我怎么可以去应付，就是应变这样。大家好，我是冯启阳。我到古风少年伫度去做个迄一个茶庄嘅调家娘，家妹，哈，嗰个亚就迄牙个木卡，牙个茶庄，看起来就很有气氛哦。对啊，我也觉得马上进到这里的时候，我那个茶庄调家娘就上升这样子，而且其实这个家妹是一个就是承担整个家族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长，而且他还是地方上的庄脚。可是虽然他看起来在地方上好像是很有势力啊，哈，可以左右选情，可是他却对他自己的孩子却没有照顾得很好。你在看嘛东西？干嘛？啊！娘夫，你来烂铁了呢？啊？冇生意差烂铁了。叔，你要买粉粉，你抽上来哈？啊？冇啦，我够有气的。跟娘夫娘要买烂铁呢？这个冇生意差烂铁啊！老实讲，发生什么事情？冇。你在讲冇啊？哦，这个冇用的咩？你干嘛用的呀？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对，就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小杰在外面是受气包，可是在家里面，嘎妹是受气包。对，就很有趣的一个轮回。我的角色，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是差不多19、20岁这个年纪，可是为什么他会再回来读中学，就读古风中学呢？是因为他之前的书没有念完，然后因为一些事情，所以他进了感化院。廖斐倫也係同事。會唔應？我有年來喎，出去外國讀書，對社會有貢獻。出了感化院之後，他決定要把他以前沒有完成的學業給完成，所以才會進來，然後認識古風的少年少女們，然後還有神父，因為神父是唯一我覺得會給我溫暖、給我溫度的人，然後也是我生活上唯一可以講話的對象。人落來。是吧？莫起埋，你帶面講係咪啊？嚇？你個妹撚上打咧，見邊咧？見邊咧？俺好上打嚟啊！來啊！18幫你打，乜打啊？諗下對事啊！戲劇當中做先生嘅林義賢老戲影片，又會講又會唱，還會聽咩談戀愛，唔單唱鬼出戲嘅氣氛變到喊卡發牌，還有突破尺度嘅台檔演出。錄影啊！唔係當然是女王。是，小鹿啊！不是他，是那谁啊？女王。那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昏倒。叫我女王，叫我女王，哥哥。叫我女王，女王，好，女王射到，我刚好额头了呀，额头刚好对哦。
哇塞，画面很清楚哦。哇塞，你可以起来了。哎，拍一张照。我在《古风少年》这出戏呢，所饰演的是方圆。那方圆他是一位老师，那至于他的个性就是非常，对教学这一块、教育这一块非常有理想，然后感觉就是像初来乍到，就是，刚从教育体系出来，然后准备要在这个圈子闯荡。你知道资源回收室外面那些字是谁写的吗？老师，这件事要查清楚，有较困难哦，你要加油嘞。俺用滴啊，俺们上滴也给样片蛮重嘅，先生，唔滴么？然后好像想要改变所有自己看不惯的一些事，这样子。简单来说呢，2个字就是菜鸟。因为我被梅青老师激到了，所以我要讲说，你有我忙吗？我要教这一科，还有这一科，你看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科目。方彦先生，做嘛七间老高中讲，我人唔去查，你是包客限嘿？有眼无限。我要搞音乐、家政、体育、电脑、美术。我既会教音乐、体育，什么美术、家政，就差一点连数学，因为数学不是我教的，所以就会在这边会卡比较久一点点这样。我只能说，一个老师不要教太多项科目，唱歌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啊，对啊，因为我不用挥舞的麦克风。看到他有动作很帅，帅呆了。来，1、2、回去。其实现在开始慢慢的抓到邱梅青这个角色是，他讲话有点贱，有点讨人厌。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其实已经待了太久，然后他觉得没有热情，然后他对这些小孩子说实在也没辙。有教无类咩？有教无类，你做嘛遐爱咧啊？要好上要做来读书，免我要读9年生啊！你做嘛遐爱啦？那碰到像方圆老师这样子这么的热血，然后有点白痴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电他，就想说你是新人，你不懂啦，这些小孩没什么好弄的这样子，对啊，其实还蛮好玩的。你好，我是新的音乐老师方圆。恭喜你，一来就见识到古风中学服饰会，未来的日子，祝福你。剧组要邀请竹东国中合唱团来演唱戏剧当中出现的法术下显现河水也条好听的歌谣，听听故事的眼睛，为鬼出戏注入了一股温暖、老希望的力量。那因为我们在这里客家庄，那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去做客家文化的发扬。那我们也在乡土歌谣的比赛这一块有很不错的表现。客家电视台他们对我们的邀约啦，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机会。这首曲子是我们的那个峨眉在地的一个民谣演唱家嘛，陈永桃先生的一个作品。那他其实讲的就是客家生活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所以其实孩子们会觉得很贴近原始的他自己的生活。小孩子会打打闹闹啦，然后阿公会带他们去玩水啦，这样子一个点滴。可是，在里头又有很多的教育意义，觉得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机会。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孩子们有展演的空间，有表现的舞台，对他们的人生是有很大帮助的。只能说，诚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很诚恳的面对，你不要不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我们就把他当孩子，而是说你诚恳的面对他，他们自然就会把你当兄长、当父亲。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能够搜寻到他们的讯号会更多。
好比说刚刚讲的哭戏，用这种再反馈到他们身上去，再抽离他原来的想法之后，他自然而然他抽空了之后，情感进去了，他自然就会表达他要表达的这种情绪跟情感。跟一群小孩子演戏，他们有的是素人，有的是半素人。我觉得反而不是我引导他们演戏，是他们带给我很多新鲜的东西。如果是我的话，我以前应该是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们也都非常的努力，然后又要面对客家话的挑战，然后又要很入戏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表演上、他们的眼神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古风少年就是一个真的现实生活的呈现，而且很难得看到这么棒的剧本。我觉得导演的手法也非常的新颖，也非常的这个引人入胜。这是一部好戏，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古风少年》。《古风少年》真的是一部非常值得你们看的戏，一定要看哦，请大家一定要看，敬请期待《古风少年》。